这字寡若照教育部正义的解说是量词，意思是一些若干。第二个意思，死翁的妇女。安尼寡妇是死翁的一些妇女，是安尼吗？国语词典讲是形容词，少爷。寡人意思就是少量的人，是安尼吗？无合理吧？来看寡的经文，就只有一个人伫房屋内，目睭金酷酷的，只有一个人。所以啦，寡人是王后的自称，毋是一些人，毋是若干人哦，就只是一个人。寡妇就是厝内只剩孤单的一位妇女，寡妇就是孤单的一个男人，无毋对是吧？寡毋是量词。人汉典的解说，这字寡就有孤独、孤单的意思。寡独夜。台湾教育部的国语词典找无这字寡的原始意义。闽南语定用的量词寡安怎写？就是挂菜的挂，等于这字挂就是草剪仔地上野生的尖草，一挂仔表示零散的一束一束，一丝丝仔就是这字挂。这两字看是自集的意思。寡人、寡妇、寡是孤单的一个人，毋是量词。这字寡作为量词较适当，即日人物的一寡字。